有志去初創嘅年青人，我覺得佢哋要保持一個熱誠，對自己嘅興趣要去投入啦嚇。對於青年人嚟講啦，尤其是即係喺學校剛畢業或者將會畢業嘅青年人嚟講，第一個咧就係唔需要急。一個初創嘅歷程係需要非常之快要有一個好快速嘅增長，要好快速咁樣去佔領市場。但係咧，好多人冇留意到咧，就係前期嘅準備工作咧係唔急得嘅，係一定要做得比較充足。就初創企業的爬坡期是很長期的，周期很長，一定要耐住性，抓住自己科技的這個優勢，以及不斷的去商業化的嘗試，可能最後就會成功。成功之餘再回補它的這個科研，把它形成有持續的科技能力，這樣它就走得更長遠。我諗 Hong Kong Tech 300咧，因為係盛大嘅 program， 所以佢嘅科技嘅成分或者叫含金量係最高嘅。咁呢個咧都係業界要嘅。我哋係真係要好 cutting edge 嘅 technology， 可以去改變而家我哋嘅工業，可以推動我哋工業嘅轉型升級。佢哋興趣之所及就可以盡快去落實。如果佢冇興趣做創業嘅，我逼佢都冇用。所以興趣係為本，佢唔需要多諗，可以即刻去行動。因為越年輕，佢越有機會可以容納佢嘅失敗。每一次失敗都獲得最寶貴嘅經驗。越失敗得多，我認為越有機會響佢下一次成功。資金流咧係比較係嗰個嘅冇咁敏感嘅，咁啊初頭咧係產品嗰度可能花好多錢去用，到後期嗰陣時咧就係嗰個嘅資金會斷鏈啦，咁啊就好睇呢一個創投咧係會唔會係及時揾到有啲新嘅資金入嚟去令到個營運去繼續啊！我見好多咧嗰個創投嗰個初創公司咧都會因為資金咧就喺嗰度咧係停留或者係解散咁樣樣，公司管治。同埋成個營運咧係對佢哋嘅係好重要，每樣嘢要成功咧都要平衡嘅，唔係淨係側重一方面咁樣樣。祝各位係大家可以係喺創業嘅路上係成功圓滿。